我们各地的莲友们，师父写这一张墨宝，要跟大众来互相鼓励。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个内容，因为这是我们修行的要点呢，是重中之重。你希望事业成功，最快速的方法要怎么做？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想要成功，想要圆满，想要顺心，但是你必须要怎样？大事不糊涂，小事不苛求。我们大的事情，大的方向不要糊涂哦，不要颠倒了，一定要抓住方向，针对这个方向逐步的往前迈进。那么小事不苛求啊，有一些小小的事情不要放在心上。如果每一个人都要符合你的要求跟标准，各位，那里面每天吵吵闹闹，是非不断，而且很多人很多的才华他不敢发挥出来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毛病啊。如果你要求每一个人都非常完美完善的话，你想想看，谁能愿意待在这里啊？你任意的找他麻烦，批评他，鸡蛋挑骨头。如果你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别人，每一个人都走光了，每一个人都会离开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大的原则，不要糊涂。大的方向在哪里？这是最要紧的，抓住不放松，不懈怠，要把整个方针抓住，稳稳的一步一步往前走。小事不苛求，这是事业成功的捷径，是最快速的一条道路。善德不嫌多，好的品德不会嫌你多的。我们累积一点一滴，一丝一毫，都是在福报当中。只要你心存善念，保持正念，那么天地都给你记载的。我们愿意帮助别人，柔软慈悲的对待别人，然后一定要精进的念佛、持戒、关心他人。你这种善德一点一滴，我们都不会嫌你多的。恶习不沾身，各位现在毒驾吧、酒驾啊、贩毒啊、拿棍棒随便揍人啊、讨债啊、批评啊、找别人麻烦啊、恶毒的重伤别人，这些恶习我们不要沾身，不要学这个。你学了这个之后，在你的身上会慢慢的累积，以后你变成习惯，习惯以后变成行为，行为以后就变成你的生活模式了，会带动你一直堕落，一直沉沦了。所以各位，这种看不顺眼啊、批评别人啊、找别人麻烦啊、跟人家结恶缘啊，这些恶习很不好的习惯，不要去沾身。这是修行佛道的初阶第一步啊，这是我们第一个台阶，最重要的门槛啊。我们把这几句话永远记住在我们内心当中，那么你社会事业一定顺顺利利，修行也圆圆满满的。师父把这一章跟大众来分享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